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那么我们在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呢，就是去年一直讲了很长时间的课，然后呢，但是在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有种种的事情要忙，所以就又停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接着要讲完这个课，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以后的话也是相当就是每个礼拜6的下午呢就要讲普贤上师言教的课。那我们听课之前呢，就是跟以往一样的，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呢，就需要具备的就是条件，我们必须得要为一切众生的发菩提心，知道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曾经都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那么做过父母亲的这些所有的众生，他们曾经在做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对我们有恩重如山那到现在呢，一直都是在轮回的苦海当中，不断的在轮回，主要是在轮回当中呢，就是有许多的不幸福、不安乐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可以在度化他们，要帮助他们以这样来报答我们所有过去欠他们的所有的恩德以这样的心来发心，要发菩提心。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那么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呢，就是我们作为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的主要的修持的核心。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听课，也是听课之前要有具备所有听课的这种条件呢，我们在以前我们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所讲过一样，今天呢也是不必多次的这个介绍这个部分。我们所需要的具备的条件都是自己内心当中要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具备听课的所有的条件。如果是有具备的情况下呢，更要欢喜的听课。那么如果是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就是立刻忏悔，然后就要圆满发菩提心。那么为一切众生的菩提心我们今天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起心动念，也是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是在轮回的苦海当中痛苦，所以我们要能够为了要度化6道中痛苦的所有一切众生，所以呢就要听课，听普贤上师言教，然后就是在跟随着巴智仁波切以及跟随着所有的这大圆满的传承上师们学习，然后就要去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心来听课。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课呢，就是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的可能你们的书本的89页吧，是不是第89页有10不善业的果报，从这里要讲解。10不善业的果报这些10不善业的每一种有4种果报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适用果那么我们就要知道10不善业的所有的这些果报。比如说每一个业造了一种果，它会就是有不同的4种果出现。那么所谓的不同的4种果呢，就是是不是你造了一种果，只有4种的果报出现？不是这样的，就是相当就是4个种类的那么就是每一种里面当然就是大的小的其的也有会分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就是大概就是它的那个怎么说呢？中分别来说的话，就是有4种不同的那个感受果报的原因，或者是可以说是不同的那种大小跟区别。等一下
属国、等流国、增上国、适用国。第一个是异属国，无论是不在业中的哪一种，如果是因嗔心而遭到，则堕入地狱。这个呢就是起心动念的动机上，你就是比如说，你就不管是造任何的一个罪业，那我们修善也是一样，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是非常重要。如果是因贪心而造，则转生恶鬼；如果是因痴心而造，则如果是因痴心而造的业，则转生为旁生；如果是因那些恶趣中需要感受各自痛苦，或者按烦恼的程度，动机分为上中下三品。所谓上品者，是指贪嗔痴极其粗重，并且长期积累恶业，最终堕入地狱。中品者转生为恶鬼，下品者生为旁生。第二个，刚刚前面就是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也是要看造业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杀生是什么罪过，然后那个偷盗是什么罪过等等，有这些的说法嘛。但是这些所有的罪过的根本是什么样子的起心动念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起心动念在这里讲到的就是相当就是在贪嗔痴以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么就是以贪嗔所造的、嗔心所造的，就这样的一个区分，但也是有很多的更多的分别。自本自论着空着